你好，我係楊明霞醫師。話咁快咧就已經到咗立夏啦。喺夏天呢段時間咧係心氣當令嘅時候，咁我哋中醫嘅角度嚟講咧，心係主血嘅。如果心氣血夠嘅話咧，就冇咁容易有心血管嘅問題。咁相反咧，如果心氣血有問題嘅話咧，就特別容易係有高血壓啊，或者冠心病等等呢啲問題噶啦。咁所以我哋重在養心。另一方面咧，心係主神明嘅。咁如果心氣血夠足夠養心神嘅話咧，我哋就會精神旺盛，咁同時咧瞓得好好。咁相反咧，如果心氣血弱嘅話咧，就特別容易有失眠嘅問題啦。咁以下落嚟咧，我會同大家分享有幾個動作咧，可以幫助大家強心嘅。每日營營役役咁樣工作咧，平時不妨咧就買份小禮物獎勵一下自己，嚟到增加自己嘅幸福感。咁所以咧，今次咧我同大家準備咗一個精美版嘅 USB， 裏面咧就有高清版嘅滋養身心藝術文化雅集嘅影片，主題咧就係淨化心靈，活出真我。今年嘅年初，我喺香港藝術中心嗰度咧第一次演出古琴同埋中國舞嘅，咁有我對於淨化心靈嘅一啲分享。當日咧好多謝蛋哥鄭丹瑞先生咧做當日嘅司儀，觀眾咧反應非常之熱烈，佢哋都講咧好有得着，所以咧我就輯錄咗喺呢個 USB 裏面咧就同大家分享啦。呢個亦都係我哋今次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喺未同大家分享嗰幾個動作之前咧，我想大家知道咧心經所循行嘅位置。咁首先咧就係從腋下呢個位置往我哋嘅上臂內側呢度，一路到我哋嘅前臂內側，上到咧個手指尾個位置咧，就係我哋心經嘅位置啦。咁另外咧，心係同小腸經咧相表裏嘅。咁我哋講咧，小腸係秘別清濁嘅。咁如果係有濕熱嘅問題或者心火問題咧，都特別容易係有尿黃嘅問題。咁小腸經究竟喺邊度咧？就係由我哋手指尾嘅外後側呢個位，一路直到前臂內後側，咁一路上到去我哋嘅上臂內後側，咁然後去到我哋背脊嗰個位置，咁到我哋頸後面，咁然後上到我哋面呢啲位。咁如果咧有時我哋心火旺盛嘅人咧，喺面側呢啲位置咧係特別容易長暗瘡嘅。今次呢啲動作咧都會用到經絡帶同埋經絡按摩霜嘅。咁呢啲咧都係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嘅義賣項目嚟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雙手臂伸直，手指尾做一個勾手指尾嘅動作，雙手臂再伸直抬高到頭頂嘅上面，吸氣，再慢慢將雙臂垂低，然後放下，呼氣。如是者再做10次，保持呼吸均勻。呢個動作可以改善心經嘅氣血運行嘅。首先，右肩關節舉高手臂向後旋轉一圈，跟住左肩關節再做同樣嘅動作，好似背泳咁樣嘅姿勢，輪流做10次，記得保持呼吸均勻喎。跟住繼續保持雙手臂伸直，然後右肩關節向前旋轉一圈。跟住左肩關節再做同樣嘅動作，呢個動作除咗可以強化心經之外，亦都可以預防肩周炎㗎。雙腳與肩同寬，雙手臂張開左右外展。右手腕旋轉，手心向上，然後向右穿，帶動上身往右靠，保持下盤嘅固定，吸氣，再往左側彎，上下手臂對立，右手臂喺上，左手臂喺下面，
呼氣。如是者，左邊再做同樣嘅動作，記得保持呼吸均勻。呢個動作可以改善肌肉嘅協調度，同時亦都可以舒展返上半身嘅經絡運行㗎。右手臂抬到肩膊嘅水平，手心向上，手腕畫一個圓之後，手心向前，再垂腕，然後再將手心向上，繼續重複10次。休息咗一陣之後，左手再做同一嘅動作。呢個動作有啲似詠春，每日堅持做1次嘅話，能夠幫助調暢心經，同時預防腕管綜合症㗎。大家可以坐喺氈上邊，左腳伸直，右腳屈曲放喺左膝之外。左手拎住經絡帶嘅一端，右手拎住另外一端，往上拉，再同時將上身轉右。大家一齊跟我做一做啊！然後用同樣嘅方法再做另外一邊。記得保持呼吸均勻喎。呢個動作咧，如果協調得好嘅話，可以令到咧我哋上半身嘅氣血運行得好好，咁同時咧亦都可以幫助心肺嘅功能㗎。細個嘅時候咧，我有一日早咗起身喎，咁嗰陣時我記得係大概5、6點嘅時候啦。咁我見到有間房着咗燈，咁於是乎咧就望一望，咁原來爺爺就喺嗰間房嗰度喎。咁於是乎我敲敲門，問下佢：咦，你喺度做乜嘢啊？原來爺爺咧喺度睇緊啲醫書，咁佢就同我講話，雖然咧我做咗30、40年中醫，咁但係咧我每日咧都會5點鐘就起身睇一睇啲醫書，因為咧其實為醫者最緊要咧就係有醫者父母心個初心，每日咧都要努力讀書，咁先至對得住病人噶。爺爺呢份初心咧，其實一直咁樣影響緊我。自我行醫以嚟咧，我其實都有好早就起身，平時5、6點起身咧就睇醫書、鑽研醫術。咁所以咧，爺爺喺我人生當中咧佔有一個好重要嘅地位。佢教曉咗我好多做人嘅道理。我成立呢個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咧，就想將中醫養生嘅概念宣揚出去，令更加多人受惠。終極目標咧，就想興辦一間以中醫為理念嘅老人護理中心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慷慨解囊。多謝大家收睇瑤池漢方慈善基金動養身心呢個節目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、訂閱並且撳鐘仔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健康資訊嘅話咧，都歡迎 follow 翻我嘅 Instagram， 或者大家咧如果係有啲咩問題嘅話咧，都歡迎 inbox 翻楊明霞醫師呢個 Facebook 專頁，我會盡快答覆大家嘅。